要开发长期世家这套软体，才出名的一个姓陈查某人，伊对我讲有设计一套 AI， 会当自动操作股票甲基金，逐年会当赚超过8%。伊用这款话拐人来投资，拢总赚超过7亿2千万的侥幸钱。专案10个嫌犯拢互移送法办。这查甫人穿甲真正式，为中国坐无人机登台湾，不过马上互警察抓起来，互伊被负缓刑。都已经跟检察官说了。警方早就定位，互伊被当乱讲。这姓陈嫌犯伫香港成立环球金融交流平台公司，讲是设计一套 AI 系统，用自动操作股票、基金机会，预算到买进卖出，免用人力，都用家己做较好。至少去因21个个人投资，非法骗钱有1亿2千万。吸取既有的这些被害人的金额，然后来交付给下一个被害人的利息，所以有可能是庞氏骗局。投资客在最近吸收不到利息以后，才惊觉是诈骗。每年8.4%高息率，每个月固定领利息，互投资的人也是被限制。这运输业司机上惨到2300多万，被掠集团10人，以银行法定罪嫌以上，不过被害者会被骗。上大处刑关键就是主嫌这个背景。照数字船长开发长期世家软体，直升机比赛捌拍败冠军队伍，也好胜地主嫌被俄罗斯台湾电脑长期王。过去佫做过国小老师，即马行外路。面对国内投资热潮，学者提醒，依照 AI 目前的发展，也做袂到稳赚袂了。真的要做到自动选股，然后要下标，然后买卖等等，这件事情是可以做，但是应该是效能会有很大的局限性。AI 发展真紧，自动选股买卖，学者表示，理论上无的确会使，不过有准确性的问题。听到这种话，而且有思考的能力，而且投资市场变化真大，唔通就是放心交付 AI，都100%赚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